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溫之晴老師。相信大家對呢一本 Learning Passport 都唔陌生，唔知大家有冇挑戰過以下呢一啲石湖知識島呢？今日溫老師就同大家回顧一下你哋嘅石湖知識島冒險之旅。嚟到中文島同英文島，大家都好積極參與中文識字同英文串字挑戰。嚟到成長島同數學島，見到大家都能夠利用學科知識接受挑戰。過程中唔知道同學們又用咗邊幾種法寶呢？早前提到，只要每完成一關，就可以有一次抽成長小精靈法寶嘅機會。相信同學都已經儲夠過癮。下個月學校將會為挑戰者安排兌換法寶。唔知道大家想唔想知道法寶有啲乜嘢呢？不如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兌換嘅禮物包括一條色彩掛繩，而另外只要完成一關任務，就可以用盲盒嘅形式抽到其中一種法寶嘅匙扣。而其中特別版就係我哋嘅成長型小精靈，佢嘅數量係特別少㗎，希望同學都能夠儲齊一套，儲齊6個法寶以及一個成長型小精靈。咁溫老師呢，再一次提醒各位挑戰者，呢啲珍貴嘅個印係唔可以補發，因此請各位好好咁樣保管 passport。另外，我哋需要每天帶備，咁俾啲提示同學啦，你哋可以將呢本 Learning Passport 夾喺手冊嘅膠套入面。最後，我哋而家不如一齊拎出我哋嘅 Learning Passport，喺班主任嘅陪同底下，大家一齊完成第7同埋第8頁，整理一下喺挑戰過程中嘅心情，並且反思所學。咁溫老師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嚟到呢一度，希望下次我哋喺成長島見面啦，拜拜。